环保团体今仔公布一份调查报告，指出讲全球的食品包装超过一半拢有使用一款 PFAS 有毒佮未烂的永久化学品哦。台湾的食品包装嘛普遍拢有使用，因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把这款材料列管做毒性的化学物质，来减少对环境的伤害。消防检测人员测试消防设备，排出来的消防泡其实含有符合标明活性剂PFAS。官团表示，PFAS已经使用伫要80年，强调是永久化学品，因为防水性好，定防使用伫塑食包装等的用途，定去互人疏忽，伊是有毒性、半世纪长的特性。PFAS 几乎永远不会分解，那意思是只要我们的工业界只要生产 PFAS 的这些工厂来源，它一直生产，那这些 PFAS 就会在我们的环境以及生物的体内累积。环保团体公布一份调查报告，显示测试全球17个国家119个食品包装样本，有64个验出 PFAS， 测出率达到54%。台湾产样的包材中，8个品项，7个检测出有 PFAS。PFAS 也是一个环境荷尔蒙的一种，其实所有这些塑胶相关的化学物都可以归类为环境荷尔蒙，它对甲状腺的影响，还有肝指数的影响，还有它会在产生癌症。我们必须及早的管制所有PFAS物家族成员的生产，跟阻止释放到环境当中，否则它对我们生物圈的危害将会来不及挽救。环团强调，欧美国家已经注意到 PFAS 威胁环境生态甲人类健康，呼吁政府上万伫明年进前专门列管是毒性化学物质，高鼓励研发会当替代性的产品，减少 PFAS 对环境的破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